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温柔的信心，咱欢迎你。主温柔的信心，点滴我的内心，陪伴我的一生，享受平静甲安宁，予我伫满足丰盛。主听堂的清理，更叫我拢无你，我辛苦你扶持，享受稳定甲安慰。你的听真正甘甜，伫好调的所在，我要看起应时，无论环境好歹，仰望学乐敬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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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时，咱来为几项事来祈祷。第一，咱来为家己来恩主来祈祷，不管是伫生活中，也是伫工作、学校的时，咱拢将咱的需要来恩主来祈祷，因为上帝是行神迹的神，伊是将一切不可能的事拢加做可能的主。这是咱做伙用，咱做伙开声来为着家己的需要来恩主来祈祷。感谢甲俄勒，感谢上帝伫即礼拜的保守甲带领，感谢伊伫咱有需要的时，拢帮助咱，无放下咱。咱要俄勒称颂伊的名，直到永远。教会来祈祷，求主帮助教会，成做一个属灵的教会，互更较侪人会当做伙来认捌主。那么为教会准备亚子50迄年来祈祷，求主帮助富强人有较无真理的心，愿意互所造就，热心传福音来祈祷，来为着教会来恩主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愿将咱的教会拢交托伫主的手中，让这帮助
心。你是传福音，因为只有福音才会当扩大人心。中黑暗今日光明，我来咱更较侪帮助上帝的事，更较侪人来平安这个地方。主，我来我的教会，来你主的所者，咱嘛为着教会牧师、下牧师、小牧师、詹牧师夫妇、长职、小组长，以及所有的同工的属灵性命甲健康来祈祷。咱嘛为着教会青少年甲主日学来祈祷，求主互因伫学校的时有主的灵感同在，互因会当学习到更较侪知识。保守看顾今日的礼拜，咱有信心的灵充满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嘛为今日下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来祈祷，求主安静咱的心，互咱会当做伙来领受伊的话语。咱来为今日的礼拜来恩主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的灵就光照伫每一今日的礼拜当中，咱今日礼拜拢充满着主信息的灵。心中，主，感谢你，你就时时刻刻同在。主啊，我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，提醒我，先拍开，敲拍我的心，你的依靠，来咱面对你的别人，面对你的话来行。基督是我主耶稣的名来行。阿门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。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阮将阮的需要，将一切事拢交托伫主你的面前。感谢主，你伫拄着困难的时，你拢帮助咱。阮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你。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就是邀请兄弟姊妹做伙起立，咱做伙来唱。Oh
笑我拢无你，我身躯你扶持，受赐稳定甲安慰。你的听真正甘甜，伫无调的所在，我要欢喜饮食，无论环境好歹，有我学乐敬拜。伫无调的所在，我要欢喜饮食，无论环境好歹，有我学乐敬拜。伫我行路的时做我道路，我着的是做我活命，伫这所在献上敬拜。伫我行路的时做我道路，我着的是做我活命，伫这所在献上敬拜。的所在，我要欢喜饮食，无论环境好歹，有我学乐敬拜。伫无调的所在，我要欢喜饮食，无论环境好歹，有我学乐敬拜。无论环境好歹，有我学乐敬拜。无论环境好歹，有我学乐敬拜。万国啊，你拢要学乐耶和华；万民啊，你嘛拢要称赞伊。伊是咱要献上敬拜，甲学乐来归乎咱的主。我的心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真真的爱你。伫你的座前，我思想你问题，我的心学乐敬拜你。我的心
利路亚！咱们来继续来大声来欢呼主，因为咱的主是看见一切荣耀的主。248首。